網絡安全同行計劃之網安西遊記第3回真假八戒。對我嚟講，現代人最脆弱嘅係佢哋對通訊軟件毫無防備。好簡單，只要我用假網站連結，呃咗佢哋驗證碼，或者種入電腦病毒，強行登入佢哋嘅 WhatsApp 或者通訊軟件帳號，成功啦！然後就可以徹底奪走佢哋嘅身份啦。成功咗啦！後台顯示我成功奪取咗一個頭像肥嘟嘟、名字叫八戒嘅 WhatsApp 帳號，而家我就係八戒啦。睇睇八戒過去嘅通話記錄，咦，佢朋友都幾多喎，大家對佢都好信任。等我扮佢向佢通訊錄入邊幾百個聯絡人發送一條精心設計嘅訊息先。咦，八戒嘅信息喎。你好，我啱啱撞咗車，對方要我即刻賠8000蚊現金私了，但係我張提款卡鎖咗。你可唔可以即刻 FPS 轉數快8000蚊俾我應急？咁大鑊，等我 WhatsApp 翻俾八戒先。你有冇受傷啊？8000蚊夠唔夠？我而家即刻告訴俾你，你收唔收到錢啊？陸續有嚟啊！八戒嘅信息喎，撞咗車，佢好似話今日坐地鐵去長沙灣開會㗎。咦，等我打電話問下佢先。喂，八戒，你係咪撞咗車啊？點解要問我攞錢嘅？喂，悟空，我開緊會啊，咩事？我撞車，我周圍問人借錢，梗係冇咁嘅事啦。有人假扮我啊！明白，收到。等我立即登出晒所有連接 WhatsApp 嘅設備，同埋打電話通知翻我啲親友先。咩話？我嘅後台俾人強制登出，點可能咁快知道係我搞鬼㗎？點解會咁㗎，八戒？我一聽見你出事，連飯都唔食就將生活費俾晒你啊！結果竟然係騙局！哎呀，唔係啊，我冇呃你哋啊，對唔住，係我冇啊。八戒，今次真係一個大教訓，記住唔好隨意點擊任何連結，唔好轉發任何密碼或者驗證碼。最重要嘅就係設定雙重驗證，咁騙徒就唔會咁容易入侵你個 WhatsApp 或者其他通訊軟件，扮去呃你啲朋友啦。沙僧，下次如果有親友問你攞錢、個人資料、密碼或者驗證碼，唔好就咁相信 WhatsApp 啲信息或者錄音啊！因為現今 AI 都可以完美模仿人聲同樣㗎。你應該直接用傳統語音電話去確認先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悟空，你今次就最醒啦！支持合作夥伴集光創建科技文化有限公司、真傳製作有限公司、香港創意開放科技協會。聲音演繹 Kirsten Lee 聲演悟空， Danny Ho 聲演三藏， Maria Fong 聲演八戒， Richard Tong 聲演沙僧，對白配音 Jace Fong。合辦機構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、香港互聯網協會、專業資訊保安協會、香港失明人協進會、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、香港復康會。